兴。问世间，我袂公平。我对你真深情，我爱你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 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恋你。我度过一生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 老娘免休拜拜，这个大人免休拜拜。奇怪，那雄雄感觉心头乱纷纷，感觉是厝内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敢会是这主角来偷笑？无钱嘛无法度解决，我要赶紧甲休袂了。大爷，免休拜拜。无啦无啦，拜托你了，大爷，免休拜拜，拜托你了。不要行李那些礼拜。秀莲姑娘，你袂香吼？啊，看起来生意真歹吼。是安尼啦，大家来妈祖庙拜拜吼，是求一个平安，求一个好运。所以讲，恁若安尼面有面角吼，大家看到心肝感觉怪怪，就去甲别人买安尼。对，我还有笑容。啊，有笑容，还佫无够哦。你还讲一寡较好格调的话，大家听到安尼心情真好，就甲你买安尼。我知影。啊，你试看觅，吼。大爷，免休，拜托你了。这位大爷，免休拜拜。大爷，秀莲姑娘，是安尼啦，我知影恁厝会拄出代志，要叫你笑吼，有较勉强啦。讲真实的，趁我看你咧笑吼，哦，真正是比哭较歹看呢。啊，这无安尼啦，我来卖看觅好无？我替你卖看觅，免紧免紧，我试看觅，我试看觅吼。哎，来，妈祖娘娘真慈悲。哎，有拜就有保庇，也毋过拜拜香嘛是爱看气味。哦，香若芳，保证嫁好翁。吼，买无？哎，吼，香若芳嫁好翁。吼，香若水，趁钱敢若趁水咧。哦，来，钱甲你等哦。哇，你拢有福气哦，买着好香。这个气味哦，是妈祖娘娘上喜的，你知影无？哇，你嘛有吼，好，多谢。哇，剩一百尔。哎呦，这大兄，哇，你真好运。人讲哦，好酒沉暗底，好香就上买一百。哇，你好运，买你。无啦，那会坏，这香足芳诶，妈祖娘娘足喜欢诶。这大兄，我顶摆买你的香了后，去拜拜我心情较好。我一摆吼，我是想要做生意啦，是要赚大钱啊！拜托你的香卖我好无？拜托。诶，袂用诶，啥袂用的啦？要卖我的香要有基言，平时人爱上好香，爱做好代，你敢有？而且这个基言是这位大兄的，伊还未决定伊要买无。伊若无要买，再轮到你。你要买无？无要让我，拜托啦！拜托啦！让我。稍等一下，让我啦！这位大兄，你确定要买？你唔通勉强嘞，我勉强哦！拜托让我啦！哎，卖油啦！卖勉强，爱有基言嘞，唔通勉强。不是，秀莲姑娘，生意真好呢，拢卖了。你看，多谢你。
秀莲姑娘，免说多谢啦，阮做爱做好代志的，做好代志的有好报啦。所以讲吼，你下摆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尽量找我就好啊。对，阮两个吼无啥物缺点啦，就是爱共做好代志。对，打三工啊。对啦。唔知两位大兄安怎称呼？啊，我吼，我叫伊无重要啦，我叫做清风。青龙公主。嘿，啊，我叫啥名？伊叫万里啦，无讲真好听啦。青龙兄，万里兄。阿娘，我安尼甲你聊聊的，你的精神有较好无？当然嘛是有，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，人友好，嘴阁甜。假使哦，你若会当定定陪阿娘的身躯边，莫规工伫咧外口乱嗦，安尼我的精神会阁较好，阁较有元气。阿娘，我伫咧外口是替人做散工，毋是乱嗦啦，我袂了代志啦，你免替我烦恼。你哦，人生做遮尔水，万一若是拄着歹人，是要安怎？咱好家已经无较早遐尔请赢，啊，无较早的光彩。人讲物理享贵，人理享贱。假使你即马伫咧外口拄着什么委屈，你是无公道通讨。阿娘，你放心啦，我甲外英一向拢是规矩咧做人，阮伫外口袂讲结任何冤情，所以自然袂有啥物代志啊。阿娘，你吼就是安尼逐工咧烦恼，所以你身体毋才会遮尔虚弱。来，食只心仔鸡汤呢。恁两个，一个是还袂嫁，一个是还袂成家立业，你无过安尼会烦恼啊？阿娘，你看阿遐亲笑定心仔鸡要甲你补身体，有遮尔有效的后生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你莫遮尔烦恼，好无？对啦，阿娘，来，坐落来啉只心仔鸡汤。阿娘，这心仔鸡哦真补，哦补身气寒，你加啉过。天生，你是袂伫外口甲人话计相拍？你来规身躯拢是互钱结的。今仔日阿遐去米店跋米，无说你跋倒的啦。你要哪会知？我3点钟去互阿遐食，看到的啦。我嘛有倒搬，到即马还佫有淡薄仔腰酸袂听的。啊，你敢毋是伫学堂咧教学生？你哪会去走去搬米？阿娘，啊学堂遐学生厝内底真善食，我都缴学费啊，所以我只好去米店换米趁淡薄仔工钱。想要到咱国家，变啊遮尔落魄。阿娘，你唔通安尼啦！我会记得我甲外英细汉时阵，你常常咧讲，这人一生当中难免会起起伏伏啊，所以做人本底就爱看较开的，爱较乐观的。会使讲，做人正正当当面对任何困难，安尼好运自然会来啊！阿娘，阿遐会当乐观面对困苦，你应该感觉安慰才对啊。讲正经的，咱兜还无算落魄，你咱搁较凄惨的人搁真多，但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话是安尼讲无对，也毋过，当年你那爹嘛是互相认真、上亲信的镇南大将军，想袂到，恁即摆日子，我都爱过甲遮尔辛苦。
阿娘，莫想遮尔多啦。你放心，咱何家虽然散家，也毋过咱的志气未散。人生会好好争取公平，来鼓舞着阿娘，还有阿爹的期望。你有这款志气，安尼我就安。阿娘，当年阿爹是镇南大将军，重心耿耿，哪会去互皇上除掉功名，降做上民治罪？我也无啥清楚，我敢若知影战场上发生一寡代志，皇上怪罪恁阿爹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完全唔知。一切拢已经过去啊，嘛无法度调查，咱只好认命。这件代志关系到阿爹的名声，也关系到阮何家的声誉，所以我一定要查清楚。阿兄，你应该去学堂啊，出来我来照顾。啊，我知影。阿娘，我来学堂。小等下，你学堂遐个囡仔，拢是算请人斗的囡仔，需要读搁较济的册，知影搁较济的人情义理，以后才会有出头。所以你要好好教教，知影无？阿娘，你放心。来，阿娘。做人上界重要的是对四个字。无毋对，就是忠孝节义。那安尼，先生即阵阁问你，做善事的人会有甚物款的下场？先生我知，好，阿忠，你讲。善有善报。讲了真好，坐落来。还阁有做歹代志的人会有甚物款的下场？先生我知，阿牛，你讲。有报应会互雷公卡。讲了真好，你坐落来。先生的教课，你拢有专心咧听，所以讲，加做善事的人，才有好的报应；做恶做歹的人，会有歹的报应，对吧？对。即阵先生阁教你，不忠不孝，非礼非义，作践我国。明欺暗骗，偷抢杀人，亲像先生拄则所讲的，这种人会有甚物款的下场？先生甲恁讲，先生拄则所讲的这个人，一定有上界歹的下场，也就是落地狱。你就恐怖呢？无毋对，落地狱是非常恐怖的，而且踮伫地狱有足侪妖魔鬼怪，要遭受到非常严酷的酷刑，要上刀山，规身躯去刀啊插掉咧，要落油鼎，规身躯去油煎甲打去，还佫有规身躯去铁链啊拔掉的，袂紧袂动被鞭打。这恐怖的。足恐怖的对无？有。先生是安怎要甲恁讲这个，恁敢知？唔知。先生就希望讲，以后恁大人了后，一定要做善事，做好人，绝对袂当做歹人，做歹代志，知影无？知。你看，哦，这水这尔清气，一定无问题啦。行久吼，真正会脆干嘞。咱来啉一下。我兄啊！这！哎，千里啊，你在创啥？你着搞哦？无啊，我咧演你啊，你等下亲像我安尼啊。演我？什么意思啦？
迄水有问题。喂，这水这清气，哪会有问题啦？你是超过要花啉水吼？我骗你，该好囝伊啦。你看，这水哦，虽然足清气，但佮也无鱼啊，也无虾啊，这表示这水哦，绝对有问题。当然啊，我陈立言诶，听我是无比你较敖，啊，毋过看吼，我绝对比你较敖啦。咱把水准备好你好，听到？我甲大人用做粉啊，倒落水底。哪安尼啊？大黄味苦、性寒、无毒，也毋过倒落去有毒的水底，自然水就会变较浓。来，安怎？我甲你讲，这溪水有毒，你都唔相信？啉一喙焦，来，啉一喙啊，来，啉一喙。你这人有够杂念的呢，这种小可代志你这够计较。哎呦，哇，那真臭啊！敢若人死真久，迄种臭味，真恐怖呢。我拄仔放的是巴豆粉，巴豆粉性烈有毒，伊会侵肺腑里流汗。假使若放落有毒的水，伊会搁较强，变搁较臭。好嘅，清气的水已经去用下毒啊！对啊，安尼我了解。若食着这个有毒的溪水哦，若掺着解药，若无就解毒，体内毒素啊，佮愈变愈强，一定是稳死无救的。哦对，这个人会染着怪病，拢是食着有毒的溪水。陈理干顺从你，人命关天，你来赶紧去把下毒的人找出来。是。秀莲，你香敢毋是卖完啊？哪个唔转去？林公主，我香会当卖了，拢是清风遐套3工，我毋知要怎感谢伊，所以就留落来，把这片扫清气，嘛是我对妈祖娘的敬意。也毋过，你敢知影清风兄替你卖香，伊并无忘忘你的感谢甲回报，伊是希望互你搁较有自信。标我卖香卖火的人遐尼济，你的个性遐尼畏小人，嘛袂甲人计较。尤其你即马心肝内有心事，所以面相一定无好看。那安尼香都卖袂出去，所以你心肝内就真着急着。林公主讲了无毋对，阮厝内底需要钱，香若是卖袂出去，我当然嘛真着急。啊，毋过有清风遐斗3工，我已经较有信心啊。秀莲姑娘，我知影你若尔过往，你心肝内一定真毋甘。也毋过，你爱甲想说讲是你母仔囝的缘已经尽了，你爱用欢喜的心，祝福伊了却人缘，而且你阁爱甲心放伫咧消灾前后。林公主，请问要安怎消灾真好？灾爱家己消，福嘛爱家己做。真正的消灾是爱靠自我的修养、忍量，会用避免情敌，留好的大爱，会用转好为好。多谢林公主的点醒，我会尽量互心情较平静的，袂阁因为伤过悲伤，就来影响着家己。你若嗲个性真倔强，唔肯接受阮任何的帮助，伊遮尔有骨气，我确实是真钦佩。尤其恁厝内面嘛无好过，恁竟然会遮尔知足，这嘛算讲是贫中之富的人。我祝福恁感觉会当过了搁较自在，搁较快乐。好，来，这拢是你爱食的菜，加吃寡哈。来。阿爹，我回来。
小丽，转来啊。我香袂了啊，钱互你。哦。阿姊，这绝对要留你的，你来吃。阿爹，哪会这么澎湃？都恁阿娘的丧事，迄当时无好好祭拜，清清菜菜就火葬啊。我今日用吼，专工传一顿啊较青草的，祭拜恁阿娘了后，你甲阿凤顿来好好食一顿啊。来来来，坐啦，坐来食。阿爹，这拢是借钱买的。厝边隔壁拢嘛知影咱兜的情形，哪有法度借着钱啊？借无钱，哪会有这个？就机缘啦。什么机缘？无论是什么机缘，阿爹只要看到囡仔会用食甲咱欢欢喜喜，阿爹就做安慰的。好，你豆豆食，尽量食好饱哈。阿爹来无闲。阿姊，去来吃。阿爹，你紧甲我讲，你拄才讲的机缘到底是啥物？你今仔要出去卖香的时阵，恁阿伯伯啊，敢毋是来找我？这就是机缘。恁阿伯伯啊讲，要互阿凤入去宫来做小太监。啥？爱阿红做小太监？这毒是有人挑工去下，恁想，假使讲毒性内底要无的时阵，下毒的人会安怎做？迄当然嘛是继续下毒啊！顺风的，明仔早起你要去水源头讲嘞。因为你放心，我若看到迄下毒的人，我动吼，安尼我无啦，掠倒来互妞妞处理啦。后壁也讲，要互阿凤入去宫来做小太监。啥？爱阿红做小太监？是啊，我考虑真久了后，已经答应伊啊，而且定金嘛收啊。阿爹，你哪当安尼做？阿红是你的亲生后生。咱江家三代单团，你安尼做，都等于是甲后生卖掉，嘛断咱江家的香火。什么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袂当做，你用证明你即摆这么糊涂。毋是糊涂，阿爹会安尼做，嘛是自私的亲情，嘛是为了人情义理。我听无你的意思。阿爹所讲的自私的亲情，就是希望。阿凤以后入咧宫内，会用过着好日子，莫搁伫咧厝内缀我咧食苦。若人情义理，就是会用甲咱欠别人的钱，甲情拢还互清，莫搁拖累别人。咱做人处事，都爱替别人想。恁溪水井甲看水井，拢是咱的祭祖，咱的生活嘛，强要过袂落去啊！咱都要将心比心啊！袂用，绝对袂用。我已经失去阿娘，我袂当去失去唯一小弟。我一个做阿姊，我有权利保护伊，我绝对袂当让伊去做太监。阿爹，阿娘过身真正有交代我，伊叫我好好照顾小弟。迄个时阵你嘛在场，你嘛听啊清清楚楚，敢毋是？你哪当为着什么人情义理，都来牺牲阿红？秀莲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听阿爹讲，你
并无失去小弟啊，伊只是入去强内，去过另外一种生活。这嘛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。我在讲，以后伊会正正爷爷已经原谅啊。你骗我！皇宫内底规矩严格，这有啥物做唔好的？毋是初站都是受刑。皇这日去，甲生理事别有啥物差别？阿爹，伫我心目中，你一直拢是一个自强亲切的阿爹。你哪当遮尔任性，甲家己为个后生送去做太监？你安尼都是甲后生落去办长亲戚。秀莲，你敢唔知影阿爹爱做人，是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咱即马欠别人的钱，人的生活就强要过袂落去啊，就要卖某卖囝，我的良心会不安啦。若是要卖囝，嘛应该是我来卖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样拖累别人，还能骨了分离？阿爹，阿爹，秀莲，你冷静落来，好好想看卖，反正你得了解。阿爹苦心甲无奈啊！阿爹，阿爹。你讲咩啊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代志变安尼。我讲生车人的命运，注定要家破人亡。阿个婿啊，啉酒解忧愁吼，心情嘛放较开热。啊，秀莲为这件代志来甲你怨哦，这是难免的，你着莫放伫心上啦，哈。咱是10几年的厝边啊。啊，阿凤这个囡仔哦，是我看到伊出世到大汉的，啊，伊去做小太监吼，算是无简单啦。讲起来，嘛是一个真难得的好运气啊，嘛是恁港界福气啦。啊，毋过安怎？阿全兄，有话就做你讲，无论是好是歹，我拢会用接受的。每一个用选去做小太监的囡仔，入宫了后命运拢无共款，这个爱看伊个人的做法。旧年阮弟仔嘛用选入宫做小太监，凭良心讲，这是一件真残忍的代志。后来，啊，恁弟仔敢有渡过一关？阮弟仔吼，真不幸啦。伊挂来无好，汤又使烂去，啊无治好，后来才死去，就用当做狗共款拖出去逮啊啦。这是阮弟仔的命啦。阿二婶，我希望恁囝吼会当平平安安啦，莫亲像阮弟仔安尼好啊。阿全兄，我来找你啉酒解忧愁，煞颠倒害你去受起伤心的代志，我实在真歹势。唉。只能讲，一切吼是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啦。来，饮酒啦！来。原谅阿爹，阿爹袂对不起别人，并不是阿爹残忍，嘛不是阿爹无听你，无爱你。阿爹希望你以后能过着舒适的好日子，大家吃好、穿好，快点。我甲你一个人，都要坚强，当乖阿爹。
爹所做的决定，拢是不得已的。阿爹，你哪伫咧哭？因为阿爹心肝咧足艰苦的，有满腹的唔甘啊。阿爹，我知影你一定最喜欢娘对无？我甲你同款，我嘛最喜欢娘的。阿爹，你莫哭啦！你毋是有讲过，查甫囝爱坚强、爱勇敢啊，绝对袂当遮尔爱哭，对无？阿爹莫哭，阿爹莫哭，阿爹是想要好好甲你抱咧，甲你揽无安安。阿好，天下爸母心，希望你能了解。阿姊绝对袂互你去做太监，阿姊一定会保护你。不管是这款代志，一定是咱讲交错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化解。林公主，请问要安怎消灾真好？灾爱家己消，福嘛爱家己做。真正的消灾。是要靠自我的修养，能量会用片面正直，留予的代爱会用转好为好。去做太监，可能是你命中的劫数，啊，不过也只会想办法改变你的命运。替你消灾添福，也只会保护你。不管将来日子搁看出艰苦，我绝对袂让你受到任何委屈甲伤害。天公伯啊，请你给我力量。给我智慧甲勇气，为着我唯一的小弟，害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拢愿意。红颜树孤芳小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这个药啊，应该暂时有够用，也毋过明仔载要继续调查。这调查的过程需要9个时辰。吼，那安尼哦，唔但要中到个百姓有救啊，而且哦，搁袂去药房的头家趁你无良心的钱，因为娘的药啊，拢是免钱的。好啦，你赶紧把这个药啊，逐包分做6两重，明仔载摕去庙外，互遐患者甲家属，而且要甲因交代，逐工食3摆，一定真紧就会好。我知影。妞妞，妞妞，妞妞，这是我头拄去溪边摕回来水，请妞妞检验毒性。陈丽，去准备摕巴豆粉。哦。来，把水倒。巴豆粉嘛。这水更无亲像点1摆这么落呢。这就表示讲，水内毒性较薄啊。哦，安尼真好，这表示真紧就会无代志啊。
娘娘，啊是安怎？这毒是有人挑工去下，恁想，假使讲毒性内底要无的时阵，下毒的人会安怎做？迄当然嘛是继续下毒啊！顺风的，明仔早起你要去水源头讲。娘娘你放心，我若看到迄下毒的人哦，我都啊你我无啦，掠倒来互娘娘处理啦。恁两个一定爱会记，千万唔通随便用法术去吓惊人。是。我顺风的吼，别项无啦，就是这个鱼缸上厉害。我就踮遮等，只要有歹人经过吼，想要下毒，绝对无可能逃过我的鱼缸啦。来哦，加油来哦！啊，对，大家莫急吼，有人有份，哦，排队，免紧张，好，来，哦，今日吼，这药吼，胶水啊分做3碗，透早、中昼、夜暗拢爱食哈。多谢，这位大兄。来，会记吼，来，这药啊吼，甲水分做3碗，透早、中昼拢爱食哈。来，身体啊顾好势，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来。会记啊，拢爱食哈，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哈，嘿。少年闺女，来，这包药你摕。唔免啦，阮家即马无人念病，这包药啊，你送有需要的啦。这你放心啦，这药你摕呀，明仔早工作的，佮夹一寡药来。啊，有念病无念病吼，拢爱预防啦。尤其吼，即马下毒的凶手还未抓到，中毒可能还佫存在呢，所以一定要较细腻的。听你安讲，是有人下毒。这人还未抓到进前咯，这拢是用药的啦，为着你那较细腻的，尤其啉的水哦，买较小心的。哎，好甲你讲，啊，佮有山顶吼，迄条溪水哦，唔好佮接近吼，唔好去哦。我知影，身体健康啊！这包药若是较早出现的，恁阿娘都袂死。安尼咱兜的情形，嘛会完全无共款。应该讲，林公主若是较早出现，阿娘都袂中毒过身。阿爹都袂为着阿娘，把厝内底钱拢开了，甚至要甲我。秀莲，阿爹嘛是不得已，才要甲阿凤送入去宫内做太监。你要体谅阿爹。阿爹，我知影你做人讲义气，你看到别人为着借钱互咱生活困苦，你当然良心不安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咱家己都自身难保啊？敢讲这是无其他的办法？一定要牺牲阿红的未来，咱才能过日子。为了替你阿娘医病，阿爹伫外口所欠的债务，敢若靠咱做乡哦，恐怕一世人嘛还袂完啊！若是逐工哦，惊人讨笑过日子，不如下定决心做一个解决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阿红的感受？伊佫遮尔细汉，伊哪能安尼就决定伊的未来？若是无安尼做，伊留伫咱这个家，伊有啥物未来呢？等伊大汉，伊捌代志，等我8年了后，伊敢会怨恨我一世人？我怨恨我是安怎留遐尼济债务予伊？阿爹，我会当到三角形啊！我相信只要有决心，咱欠啊这，欠啊赢，咱较骨力做实的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咱会当甲欠小还了。你是查某囡仔，总是爱嫁人的啊！我会当卖嫁啊！戆囡仔，
查某囡仔人一定是爱嫁人的。听阿爹的话，若是拄到好对象，你千万别放弃，知影无？阿爹。好啊，莫阁讲啊。阿红伫咧外口佚佗，我来看卖啊去。阿爹，阿爹。这个妈祖庙真灵声，只要咱诚心祈求，妈祖娘娘一定保庇咱。阿姊，你毋免烦恼啦。阿爹讲太监是足大的官，当我做了太监，一定会友好阿爹，互咱全家伙啊过好日子。好乖，真乖。妈祖娘娘在上，信女江秀莲诚心祈求，保庇阿凤平安健康。为着替厝内底形成祭物，阿凤必须去做太监。毋过我真唔甘。妈祖娘娘，大家拢讲你真灵声，你敢会当甲我讲，到底有啥物办法会当互阿凤留落来？妈祖娘娘。只要阿凤会当免去做太监，爱我付出偌济代价，我拢愿意。妈祖娘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予我指示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秀莲姑娘，林公主，秀莲姑娘。我看你面色无好，是毋是碰到啥物无法度解决的难关？林公主讲了无毋对，秀莲确实拄着困难。我拄则甲妈祖娘娘求签诗，毋过秀莲无了解签诗的意思。我看卖。无动即静，无妄即明，无为即行，无乱即病。敢毋咱请林公主替我解释？这个签诗的意思是自有定数，但是还阁未到迄个无法度解决的地步，所以你千万唔通心乱，妄骗你的理智。假使你若是冲动行事，可能代志会真歹收束。顺天而为，即好可骗，福可见。我知影，多谢林公主。我等你，我刚叫去看卖嘞。牛，啥物头路用太遮侪钱？歹势，借过来。教练呀，借问者吼，这顶头是写啥？你家己袂晓看卖啊？歹势，我自细汉吼在咧练武，毋捌读过书，毋捌字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顶面讲吼，即届吼标叫要招募标书，啊，若是平安号标吼，有50两通了。50两？是啊。若是有这50两银，安尼阿红唔敢免去宫内做太监，厝内祭物嘛用害清，剩落来还阁有够厝的食清。借过。阿二师，我知影你功夫真正厉害，不过迄是20年前的代志咯。即马你不得不承认，你已经老了。我看你也是放弃吧。头家，我虽然已经有岁啊，也毋过我身体阁真勇健伫咧啊。我会甲你保证，就算讲这2个少年的联手，嘛毋是我的对手啊。
功夫好，唔是用嘴讲的。你也知影，即摆标本的价值连城，连我内部家己的标师都袂放心咯，所以才会对外招标。不过，我要等的是身体臃肿的少年人，唔是像这款棺材已经软一半的老伙仔。头家，我真正真需要钱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？好啦，莫讲我无同情心，我着给你一摆机会。明仔载我会举办一摆比武大会，我会拣几个较好的人选，什么人会当赢，就当得到一摆运标的机会。不过机会已经给你啊，是毋是会当赢，就要看你家己的本事咯。头家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输的。真好真好，总算有机会甲我放留落来。秀莲若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足欢喜的。秀莲啊，秀莲，秀莲啊！哎呀，啊这暗啊，唔点灯啊火，欠嘛唔是欠这型的。对家底也是走一段。诶，这是啥？哎，这秀莲嘛有影，啊明才那点唔捌字啊，佮写啊这，我哪看有啦？哎，哟，李公主，李公主啊！等，阿二婶，啊，找我公主什么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秀莲甲阿红唔知走去倒去，啊，敢若留一张批，我也唔捌字，所以想要请林公主斗相共啦。哦，这我看卖。我公主看到啦。林公主，啊顶头是写啥？秀莲为着唔甘互阿红入宫做太监，所以唔正地啊小带走。啥？小带走？唉，啊因是会走去倒啦？三更半暝，一个姑娘带一个囡仔，啊若拄着危险是要安怎啦？哈哈，阿二婶，这你放心嘛，你若找到底啊，找人我专门的，只要我展开我的法度啦，我有法度会当找着人啊，嘿，免烦恼。阿二婶，你放心，阮一定会尽全力去找到秀莲甲阿红。多谢恁啦。对啦，这你放心嘛，妈祖会保庇啦。是啊是啊。阿红，甲念来的，天光了后，阿姊就带你继续赶路。阿姊相信，咱一定当找到一个舒适所在过生活。你放心，阿姊会好来照顾你。天光啊，紧起来！你看你早早就困到今仔爬袂起来。阿红，阿红，他这里笑。阿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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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水，我人足艰苦的。这镜头。甲阿娘当初拍片时阵同款，感觉。好，行。这个签诗的意思是自有定数，但是还佫未到迄个无法度解决的地步。所以你千万唔通心乱，妄骗你的理智。假使你若是闯动行事，可能代志会真歹算。拢是冤枉，无听恁公主的话。阿红，阿姊对不起你，你一定要支持落去。啊，若无阿姊这世人拢袂心安。
救救！林公主，林公主，林公主，少年官，林公主，做倒来。阮小弟中毒啊！我求你救伊。哈？阿红中毒啊？无问题，我来去啊。药啊已经分完啊，而且爱等9月时辰，该药才有法度调制出来。好啦，娘娘，明明后边吼还佫有。那是安怎？阿红你话遮尔少，一定逃袂过9月时辰的。阿红，万丽，你有啥物办法？我有啥物办法？我比我想着，少年姑娘，迄一天啊，我有摕一包解药互你，佮甲你讲，迄下毒的人哦，还袂找着，叫你爱洗你，有无？有无？若是安尼，少年公，你赶紧甲阿红带转去，摕药仔互伊食，紧啊，紧转去啊！万丽，斗3工。来，宝条，这里。娘娘，你是烦恼阿红若医治好了后，少年姑娘也是会甲带走，所以你骗人讲药已经无啊，对无？你总算想清楚啊，吼！这样困难的问题，我是想会到，真正是巧。不过娘娘，阿红若是倒去厝了后，嘛是同款，用来做太监嘛，安尼敢好？闪片是无法度解决代志，只有勇敢面对才是正道。这凡事是伊的做法，咱免违背天。既然是人世的考验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顺天而生，逆天而亡，就亲像郑和灵王同款，伊就是逆天命咧做代志哦，所以哦，变甲咧凄惨落魄，伊也较早受到娘娘的慈悲来感化。伊无的确有将功赎罪机会，终日升班，所以讲，讲遐济有甚路用？天下间遮尔宽，到底什么所在可以当找着伊？唉，都拢过头去啊！人哪还要转来？啊，到底是走去倒啦？比武大会就要开始啊！我敢要去参加咧？若是少年甲阿红有啥物万一，我去比武，敢有啥物意义？就算讲我比赢，顺利去亚标，我有遐个赏金，敢有啥路用啊？阿爹，阿爹，少年，你倒来，少年。阿红，阿红是安怎？阿红伊中毒啊！中毒啊！我叫大家解释，你先甲迄包解药互我。哦，紧来紧。原来是安尼哦。爹，是查某囝唔好，是查某囝对不起你。真哪能怪你啦？阿爹知影你是为着阿红才会做这个戆代志的，阿爹袂怪你的啦。来，莫哭。这个，阿爹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什么好消息？在标局要举办比武大会啦，若是第一名的人哦，就能得到亚标的任务。啊，若任务完成哦，就能得到50两银的赏金的。那安尼，咱都有钱当兄弟金，阿红就免做太监啊。是啊。比武大会什么时阵举行？即嘛。阿爹，你紧去参加。也毋过，我烦恼阿红伊。阿红我照顾，你免烦恼，你紧。是安怎？你若毋讲啊？阿爹，你即马有花啊，搁遮尔久无练武，去参加比武，敢袂？哎呀，秀莲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阿爹武功啊，遐个少年人哦，根本就毋是阿爹的对手啦。那安尼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毋通挺强，身体是上重要的。我知啦，秀莲，
为着阿凤，为着咱的家，一摆我一定摕到胜利的。你踮厝等我的好消息，阿爹来换衫，吼。后一个挑战者尤在基。后一个挑战者李阿牛。后一个挑战者阿二西。应该是我惊敢唔敢来啊！后一位，小等咧，你是？我就是阿二西，你敢有法度诶？无问题。无问题，开始比武。成牛啊！阿二西果然是有够厉害。阿二西，你敢会卡咪？我无问题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对手，你若赢，这个表就由你来护送。我即摆要清醒，敢会这个药啊？毋过人讲厝的药啊，应该无问题才对啊。阿红，你清醒啊？阿姊。神啊！刚刚我的头就痛。你破病啊？啊，不过不要紧啊，即摆已经不要紧啊。姊，阿爹嘞？爹。
袂用的，我袂用死的。我若是拍输，就连阿红的未来拢输去啊！少年，阿爹讲过，阿爹一定得到胜利的。呀！你等阿爹，阿爹一定甲你赎回来。妈祖娘娘，请你保庇，保庇我得到胜利。武功高强，意志就过人，伊就是我要找的人才。阿二师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咯。多谢。南树高旁小路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怀。叫你莫挺强，哪会无甲规身躯伤转来？这毋是叫挺强，这叫做亲情的力量。你敢知影？伫我要死去的时阵哦，是恁互我鼓励，互我力量，我毋才用尽足精神得到胜利啊！阿爹，你足厉害呢！我大啊，嘛要甲你共款练武功。好啊，红啊，练武哦无出头来，还是要好好读书较有路用，知影无？我无爱啊，我嘛要甲你练武功，甲你共款厉害啦！我无爱啊。阿红，阿爹讲的话爱听，先甲煮头考，阿爹才甲你武功好无？哦。好啦。阿爹，时间无早，明仔载你要出门阿表，较早休困。哦，好啦，啊无我先来休困，啊你嘛较早休困，好，好，起。奇怪，啊，都明明过遐尼济工，哪会拢掠无人啦？要敢讲是已经知影有人要甲掠，所以煞唔敢来，啊，但即摆是要安怎？哎呀，唔敢来，迄明明是甲你倒过的边单，凶手叫选，敢讲？边单？你讲我边单？哎，你去共探听一下，我顺丰啥物有名，都是负责任，你知无？千里，你甲你讲，你熟悉我几啊百年，我啥物时阵边单过？哦，你不是拢嘛咧边单？哦，无算钱嘛算工啊！讲到你的记录哦，迄威天地，你写到汉奸拢写袂完啦！你哦，我啦，啊我怎你我别，陈丽的，你唔通误会顺丰，伊确实是无面大，只是迄个凶手，确实是无出现。啊，看到无？无出现，这是安怎讲啊？因为我拄则检查顺丰送回来水，已经完全无毒啊。完全无毒啊！哦，敢讲伊是惊逼工，煞唔敢继续下毒啊？嘛是有这个可能，也毋过人命关天，咱袂用想过头大。而且我伫咧想，假使讲凶手若要下毒，应该是伫咧这一两天。顺丰，你一定要小心监视，千万唔通有这件代志搁再发生。是。讲我笨蛋，娘有听无？歹势啊，歹势啊，误会你啊啦！误会啊！过来，哎，臭兄啊，啊，这几工哦，啊，这段时间拢是你在辛苦的，我拢无该斗相共哦，谈只甲你歹势啊。啊，毋过哦，你也知影，我一向拢伫你后壁，咧甲你支持，精神上鼓励，我永远是你好朋友、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免啊，食到歹的。兄弟，因为你喝茶咧，我踮遐坐人过几啊工，你有送水无？有送饭无？兄弟啊！嘿，你这样做乜红菜呢？好心无雷
真啊，熟悉啊，几啊百年啊，你第一个好，咱袂晓讲啊哈。哎，你我敢讲话，明明是你唔对咧。我无讲就冇可能啊。你拖汤啊！你个臭艺人啊！我这么啦哈。哎，你拖汤，你就袂严重。拜托，你臭艺人啊！哦，你用拖汤目睭看完了。我要甲你看一下哈，我目睭较大你哈。奇怪，那拢无啥物动静啊。到底是啥物人哦？遮尔丧尽天良，到伫水内底下冻，哎，害我踮要遮哦过几啊工，有够无聊的啦。想我莫叫我掠去，影若无哦。看有人来哦，而且骹步轻浮，路径蹊跷。这个人若毋是贼仔，就是要来下毒。药房的头家，原来是你哦！看那收拾你。那安尼，当时我咪收回。我已经给你机会啊，这件你卖管。你，陈丽，赶紧准备药啊，对我来去救人。啊是要救什么人？救一个歹人。歹人？歹人爱救？公主！卖爱啊啦！哎呦，救人人命来啊！救命！哎呦，你真救我，无我死啦！哎呦啊！哎呦，中毒。哈？中毒？是好。头家，你为着要趁钱，挑故意下毒，然后才搁化关系袂解药。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做是害死偌济无辜的百姓。你先救我，再讲啦！是咧救啥？你罪该万死，搁叫我公主甲你救。哦，万里，紧去摕解药。解药？无啦，公主，这种歹人，敢有价值你甲救？这个人虽然违反律法，罪无可赦，也毋过应该交予官府去制裁，咱袂用罚款。算你好交。药房的头家是安怎中毒？啊，拄我伫遐吼，我就看到伊要下毒，我知影，我看得真清楚吼。啊，伊吼足戆的啦，想要下毒，袂晓看风势，徛伫咧风头，突然间吼，家己有一阵风走过来呢，啊，伊就甲毒粉食落，就变安尼啊。空的有影。喂，解药来。是白药开啊？白药开啊！啊，弄我你嘞！那多谢。头家，你为着贪财罔顾人命，你敢毋知影讲人咧做天咧看？你要家己做得来，你要报应，我甲你讲你。报应？什么了？先有先报，恶恶报，我才无咧信。我这世人哦，收这间小药店，我也无囝，啊阮某吼，搁讨客兄，互我做乌龟。我辛苦一世人，我是得到什么？是什么人重视我啦？嘿，听起来足可怜的咧。嘿，看，起来啦！足自私的你啊哈！为着家己厝的代志操袂好，害这无辜百姓，一直在践踏你。等下，准说你甲拍死，遐枉死的百姓，敢有法度活倒转来？头家，要让人重视你，毋是用这种办法。别人想要活落去，然后去救你，你敢认为讲伊是真正尊重你？是，
其实因心肝若是伫咧怨恨你，若要用得到顺从，一定要默默行善，不求回报，安尼自然，大家都会尊重。听到无啦？啊，参像阮公主安尼，别人才会尊重啦。善恶都伫咧一念之间，可惜你选唔对条路。但你即摆讲这有路用，已经伤慢啦。无你想要甲安怎？哎，要安怎？甲你你也来官府啊？你做错你这歹代志，这是重罪哦！你就要用推头了。三位大哥啊，拜托的，你嘛好心好意的，千万哦，唔通见死不救啦！我阁有某要饲的呢，我还无想要死的啦！啊，真笑话啊！讲话反去反转的，你唔讲恁某讨个呀，互你做鬼，真係啊！三位大哥啊，哦，拜托的，你帮我一条生路好无啦？你若无想要死，我就互你一个建议。什么建议啊？你即马倒转去，甲你所有的钱拢摕出来捐互乡民，然后去官府自首。这凡事会当弥补你的罪过，无定着带领伊的手下留情，互你免死。这，万一大人伊若甲出事是要安怎啦？每一个人拢会死，也毋过100年了后，是安怎有人成仙，有人做鬼？这就是讲，在生的时阵，若多做淡薄仔善事，死了后自然有福。任哥，若做歹人，死了后，就落去18张地角，受着迄个千万年、100万年的苦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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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地角呀！哎呦，食拄好咧，食拄好咧！即摆参观地角吼，免钱咧，阮带你来去，行。好，免，我哦，那恐怖。要做好事，永远都袂嫌。只要你有心去帮助别人，自然都会减轻你的罪过。有听到无？我爸母兄。好了，叫恁工作一起去倒啊！紧啊，紧去啊！哎呦！哦，公主，你个厉害呢，这么歹心的人，我都互你感化。是啊，唔对呢，公主啊，参像伊这样弄毒的人，哪有可能听你讲呢？都较多话哈。对吼，这招个厉害呢。啊，唔讲一个做一个，装笑的哈。听觉地眉，记地误，低眉不误错着错。咱已经甲伊点醒一条正确的路。假使讲伊若是想要行偏去，迄嘛是伊的选择，伊就要家己去承受。我算阿基三个生死我无咧管，上重要是迄个国宝，物件咧。你看破军声愈来愈光，这就代表讲有人咧培养军力，而且势力愈来愈强。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爱捐钱来向民，搁爱去官府自首，迄拢嘛是妈祖庙内底迄林王人所想的奥步数。我吼无咧读较歹，我看吼也是行李先管管的，还是算天涯海角，我都唔相信官兵我找着我。
本的刀，就我细年甲改掉。这个我就换另外一种刀，当作我要走之前，送互大家的礼物。你在干啥？你既然有要趁钱，就跟你水来放手，把阮某害死，害阮某的命来。快来我地，就你人好家己无互你受一点仔苦吼，你是无可能会悔改。哎，好啊！自首！OK 啊，你干嘛来去自首啊？我话啦，我有想要死的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搁自灭不无啦！人因遮济，你敢有法度走会去？你，是你逼我哦！谁去？阮公主已经互你机会过啊，你家己唔知影悔改，这是家己做以来的，唔通怨阮啊！后伯，真多谢你甲我斗相共。袂啦，一早我便理由先甲伊挡落来，无调停的官员甲阮带走啊。啊，毋过后纸我就无法度啊啦。你千万了较紧转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我一转来领到钱了，我就随甲定金还你，吼。好，好，安尼我先祝你一路顺风啦。多谢多谢，我先来走，好，顺行顺行，无送吼。阿爹，你的行李我替你穿好。秀莲，阿爹无伫的这段时间，这个家就交互你啊。你好好照顾阿凤知无？我知影，你免烦恼。阿爹，我一定会斗相共做香啊，摕阿姊去卖。阿凤上乖，吼。阿爹，这座阿标是毋是真危险？哪会啦？我听讲真简单，真轻松啊。若是真简单、真轻松，是安怎标局搁要遮尔麻烦办比武大会？迄是因为秀莲啊，标局所接的每一个任务，拢是事主因希望的寄托，所以每一座阿标，无论是困难还是简单，标局拢会真重视的，拢会去拣上好的人选去完成，你了解无？原来是安尼。阿爹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唔通袂记哩。我甲阿凤伫厝里等你。你放心啦，我若是拄着困难咯，只要想到恁姐弟啊，一切都拢会用逢凶化吉啦。阿爹，等你转来的时阵，我就要开始练武功。好，等阿爹转来，就教你武功，吼。阿爹要来走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，吼。这么济黄金财宝，无怪咱标局对这个任务这么重视。是。OK，祝你放心，我阿二婿一定尽心尽力，保护这个标物，完成这个任务。阿二婿，稍等者。头家，敢有啥物代志要搁交代是？其实，这座表上重要的任务是这。这个金额内底是第啥物件？这是台湾国的国宝，无价之宝。一摆调停要将这个宝物献予台湾国，今目标明显引起了威胁，所以才会委由民间来运送。阿二婿，你要特别细致哦。头家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用性命来保护这个国宝。真好，你一定要将这个宝物亲手送给台湾国的国王。是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想要做啥？你嫌我冇家？咁只高才，有你一命！你咧讲啥？我拢听无。个地区。我来你家的，少年姑娘，我唔是偷讲的，我唔是偷讲的，我马上叫起来。少年姑娘，紧甲头水病呢，我来去摕药啊。林公主，我拄则求妈祖娘娘保庇我阿爹，结果唔知是安怎，我向用头讲，都甲我无识破。你讲这是毋是歹去调？少年姑娘，你唔通想伤济，可能是你最近伤忝。你放心，我小等下开几贴保身体的药方给你，吼。妈祖娘娘，你一定要保庇我阿爹平安无代志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保庇我阿爹平安无代志，我求。大将军，人呢？拢伫内面等。
什么？人笑看，安尼物件诶？迄边大将军，物件改做落下去啊！啊，你有去找无？小可找足久诶，啊，毋过啥物拢无找着。连人也叫无去。无毋对，山骹四界拢是野兽，阿姨嫂诶尸体可能早到互野兽毋知夹到倒位去啊。无你卡连骨头啊拢无去啊。嘛有可能人根本就无死，只不过是走去别位眯起来尔嘛。应该是无可能啦，人为遐尼悬的所在扑落去，就算讲伊的武功搁较好，嘛无法度活。搁再讲，伊搁断一只手，伊的血哦早晚会流掉伊啊。胡说！阿二三的生死我无咧管，上重要是迄个国宝物件咧，物件咧。小可，会继续找啦，继续找，可上。干将军，刷刷去，刷刷去。这边恁算讲无功劳嘛有苦劳啦。我一向是先代属下，只要恁也对我效忠，我绝对袂亏待恁。去后壁找雪姬夫人领赏。多谢大将军。大将军要属下来领赏。将军做人真知影人的品德，绝对袂亏待你。大将军的温情，属下一定会谨记在心的啊。若是安尼，有稳保稳这道理，你应该知影吼。大将军若有啥物吩咐，属下绝对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啊！真好，眼前即马就有一个任务，需要恁效力。夫人，请讲。我即马伫咧练这猪粉汤，只是我欠几味药材，需要恁斗相共。请问夫人需要啥物药材啊？我需要4条鱼。夫人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就是讲需要4条人尔。啊？将军真正是体贴，知影我欠药材，随甲我送到到。妞妞，你是咧看啥？安尼看甲咧面有面角，我咧观察亲属，有啥物问题哦？你看破军生愈来愈光，这就代表讲有人咧培养军力，而且势力愈来愈强。啊，这敢有啥物唔对？朝廷本来就要培养兵马，也若无吼，别国拍来是要安怎？也毋过破军生慢慢当作是红色，这是真罕咧看的情形。啊，这代表啥？可能代表国与国的小战。小战哦？这是我咧摇的尔。啊，妞妞，这甲真武灵王敢会有关系啊？
是可能有牵连，所以咱要搁较注意。秀莲啊，秀莲啊，秀莲。后辈，歹势，我哩做较无闲，你坐，我倒茶互你。唔免啦，我是来甲你通知一件代志的啦。后辈是啥物代志？对，对。后辈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是毋是跟我听有关系？你吼先莫遐激动，好啊，听我讲。啊，恁阿爹伊吼，伊半路拄着歹人劫镖，人却失踪，生死不明啦。我哪听？无可能！我听功夫这么好，伊哪有可能出代志？伊一定袂死，一定平安回来找我。我知影哦，你一定是无法度接受的啦。啊，毋过我嘛是共款这个想法，希望讲阿二婿会当平安回来。啊，毋过哦，我嘛是着要甲你讲老实话啦，机会无大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就知啦。你看嘛呀。秀莲啊，伊这目前是失踪尔，莫遐伤心啦吼。后辈啊，多谢你亲身走这阵，通知我这个消息。另外哦，还有一件代志啦，因为阿二婿的任务失败，无法度钱领运表酬金，所以阿红嘛是着爱去调停的做太监。啊，你哦小准备准备的，我过2天才来带人啦。后辈啊，我求你，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会想办法。啊，这个金额数字是袂少呢。你哪有啥办法好好想啦？认命啦吼！后辈啊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我嘛真想要斗3工，啊，毋过我嘛是无能为力啦。阿红若无甲伊交出去，这是欺君的大罪呢。啥物人嘛承担袂起啦。后辈啊，我甲你跪，我求你，我甲你跪。秀莲啊，你紧起来啦，紧起来啦！我甲恁阿爹是真好的朋友，我会安尼先做，实在嘛是逼不得已的啦。你吼，着爱谅解啦，吼。后辈。爹，爹，爹。
本感觉从来无做过歹代志，是安怎一直遭受苦难？阿娘中毒过身，阿爹生死不明，连亲兄弟都要互带去做太监。阿静，叫你要走，你要去倒？这去办代志，你乖乖伫厝等下就好。无了解，是安怎提供别人保庇阮？敢毋讲是阮祈求上天无够身份？若真正是安尼，我会提出我上大的信心，为我所有的亲人祈福。心愈加修炼，已经真上大的信心，来这向你祈求。阮感觉你再遭受苦难，感觉是阮顶世人犯了什么罪过？多谢两位公主出手相救，多谢。正好你王动手！你要做啥啦？两位大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这是你免知的代志啦。是啦，阮甲另外有缘，阮甲你解决。靠！孙祖公伊是皇上面头前的一品大都护卫，甲我一个镇南大将军比起来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员，竟然敢如此放肆，何极何为可之极？大将军，人，内底的人听清楚，紧甲人交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就甲这根苗拆掉。那个小查某伫外口咧大细声哈？什么小查某？迄有小妹啦。妈祖启示录，唔通担心家己的负担有偌大，责任有偌重，都要知影讲，会当磨练，才会当坚定心志，才会当变做铁汉。只有你脚步徛好在，力量才会愈来愈大。
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看无通，歌声要酒了红，伴阮舞步眺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，天深畔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